Hello，我係 Enjoy Living 喜多生活嘅註冊芳療師 Doris， 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好多朋友都問我哋加拿大嘅精油點解會香味同埋氣味各方面都特別好？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加拿大嘅環境非常之純正，而且日夜溫差非常之大，植物為咗生存喺呢啲落雪嘅極端環境就會產生更加豐富嘅芳香分子啦。同時加拿大亦都接近北極圈㗎，呢一啲極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多時都會睇到啦。好多人相信呢一片土地有住與眾不同嘅自然能量嘅，就例如好似我哋嘅有機加拿大香脂冷杉精油咁樣啊，呢一個就係非常之多人中意㗎啦，就會帶你好似進入加拿大嘅森林一樣，非常之清新乾淨，而且咧都帶住一種好安定嘅感覺。好多人都中意用佢嚟擴香㗎，可以幫助呼吸非常之暢順，亦都可以令整個環境充滿住森林嘅力量。呢一啲就係嚟自加拿大森林嘅療癒力量啦。如果而家嚟我哋網店，只要需要買滿60蚊，就送一支10 ml 一支4 size 嘅有機加拿大冷杉香脂冷杉精油10 ml。如果你想將呢個加拿大森林嘅氣息帶返屋企，快啲嚟我哋網店落單啦！